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有趁骹松手人，啊若无趁到面青目红。这意思是讲，有趁才有通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松，松松第一条，读松这是读鼻音，文音是松。某人认为讲松甲松这是 Q 口差，读松的意思就是无念性的形，像讲闲钱松松，冇轻巧意思，像讲做代志足轻松，身躯洗了后足轻松。古早这个松嘛会当形容伢仔较正确，像讲新的伢仔就较松。另外一个古早词叫做浪松，会当形容一个人的头毛真细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蓬松，这意思是讲物件较线形，较无够密。第二个词读做大松，意思就是真打扫、真清爽，互人感觉足爽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红叶的面层足蓬松，身躯家洗好势，撒一点仔肥仔粉，互伊较打松，看起来足享受的感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松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松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